你跌倒，就是你至少要学到些什么。那我会觉得有学到些什么，那就值得。学到什么？看清一些社会的现实面。谢先最近刚买房子吗？我很早以前就买房子啦，2、3年前就买啦。我没有，怎么会刚买？那不是新屋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的房子吗？对啊，最近周刊不是报道说你买了房子？那个是因为当天是我跟朋友去看房子，那不是我根本没有要卖房的意思。我现在住的我觉得还蛮舒适的。对，房贷嘞？房贷还是在缴啊，还是持续在努力的缴房贷。是不是很吃紧？如果相对来讲的话，当然会有一点吃紧，但是基本上还过得去。那之前那个节目就是直接停了？对，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。有断吹吗？没有到断吹这么严重啦，因为我还是有，因为年底嘛，还是有尾牙一些业配跟通告。对，尾牙大概几场？目前尾牙有3场。其实很感谢大家，还是给我这个机会。酬劳有被砍？这我就不知道，要问经纪公司，因为是他们在负责谈这个价钱的。今年有没有什么新希望？新年新期望哦，渐入佳境就可以了，就是各方面都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脚步踏稳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就是回想起以前跟他想的一些亲密的行为。当天瓜哥一直在爆雷，对，在看叶问的时候。你根本是踢。不是啊，因为你们不是拍到我去看叶问吗？对啊，就是会怀念以前在出外景的时候，大家同甘共苦的一些精神啊，跟乡亲朋友的相处机会，就这些是我最想念的。就当初为什么喜欢上阿翔？那天我的叶问真的蛮好看的，我觉得跟不是已经要面对那个之后的自己了？当然，基本上我觉得，因为其实问题我回答过，就是友情是有一定的厚度在的。那有后悔爱过这一招吗？什么？我刚刚也要问嘞。就很多事情你后悔已经来不及，但是你就是要勇敢承担，反而是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转折。你跌倒，就是你至少要学到些什么。那我会觉得有学到些什么，那就值得。学到什么？看清一些社会的现实面。渣男。我不会这样回答你叶问的问题。比如说在这段期间内，我会觉得以前我很忽略家庭，我很忽略跟爸妈的相处。但是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少，相对少的关系，那我又回去基隆住，就会觉得我以前怎么会没有多一点时间陪伴家里的爸爸妈妈？那家人是最重要的，突然会觉得很感慨这样子啦。所以你有想要把这句话送给阿翔吗？不会。